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普悠玛的火车是采倾斜式的设计，登月的时阵唔免来减速，所以速度比自强号较紧。但是去年害18个人死亡的火车败马意外，才来发现讲，原来日本原厂的设计是有问题。但是日本无爱认这条，台铁已经来提出着告诉。台铁现阶段是打算登月的时阵要来降低速度，但是安尼一来，台北到花莲都要慢20分钟，安尼当初买这种的火车，唔就无采工咯。车过弯的设计，互普悠玛火车走得真紧，坐车时间较短，但是增加铁轨路的磨损和破坏。2018年10月，普悠玛火车对铁轨路出去，18个乘客死亡，嘛互火车原厂设计的问题受到重视。火车离开的同时，实际骑的角度超过原厂讲的2度，造成半永久式的连接器和整列螺丝帽断去。代替要求日本原厂要提出改善的计划，但是日本迄方面认为设计无问题。是转弯的半径，这个怎么样去提升整个行车的安全？我们是支持台铁它为了安全所做的努力。支持台铁，但是提出告诉会拖真久。台铁初步计划是取消骑的功能，而且降速5公里到10公里左右。但是若是安尼，台北到花莲恐惊就要增加20分钟的行车时间。华东地区的民众感觉权益受到影响。过保护期的话，你再买也没有什么意思啊。我会觉得，那我不如买莒光号，对啊，因为价钱差了可能2倍，可是时间可能差不多。台铁为着普悠玛，每档维修的费用就有4亿，占所有的动力车种的3成。应该如何把钱开入有路用的所在，又搁会当保障行车安全，这是台铁应该去解决的问题。